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血样不太妙，我再被打一下要死了，应该吧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瓜表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玩我们的泰亚瑞亚，但是呢，今天不是要来玩我们的大师模式，今天我们来重新挑战，是怎样重新挑战呢？今天我们重新开始来挑战一下硬核模式。硬核模式就是只要角色死掉一次就没办法复活，就是跟那个麦块这些模式很像啊。就是角色只要死亡一次就不会再复活。我先说一下，这个模式是普通模式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上专家或大师模式的话，我可能1、2集就死掉了，所以我先从普通模式开始啊，然后之后可能打败最终 BOSS 的话，可以再尝试难一点的专家或大师。不过目前还是继续玩普通模式的，看我们普通模式可以上到第几集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先砍点树吧，要在晚上之前盖好家。来啊，现在玩了那么多集的大师模式，现在玩普通模式，感觉你看用史莱姆用铜斧打史莱姆几下就挂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来盖房子吧，先把房子盖出来再说，之后再去地底探险。虽然硬核模式死掉的时候只有角色会消失而已，但是我们的规则不一样。假如我们死掉的话，我们就要把整个世界都删掉，就是全部重新开始。先来做武器好，把那个剑做出来，木剑，把通常剑换掉。OK， 木剑，来做一把木工。OK， 然后再来就是盖房子了。来看这史莱姆，普通模式的史莱姆，超级脆，打2下就挂了。OK， 先把这个丑丑的变墙拆掉，然后再盖家吧。我们就盖一般的火柴屋就好了，因为反正是极限生存嘛，死掉之后就角色世界就直接没了，所以不需要盖太华丽的房子，只有盖简单的木头屋就好了。好了，家盖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去洞穴看有没有探险的地方，找看有没有洞穴让我们探险。从零开始，秃鹰，来吧，我有点痛，15滴，等一下。等下就死掉，这不能死哦，死掉一次就直接狙哦，就直接角色就直接没了。OK， 这有个洞窟来看一下，有宝箱，看一下。哦，回旋镖，还有这个草药袋。OK， 下面又来一只秃鹰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有危险，我现在没有那个虫洞药水，或者是假如我被怪物追杀的话，我就没法逃回家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。先放一点绳子，OK， 先放些绳子。好，秃鹰来吧，OK， 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。哦，对，还要小心陷阱，陷阱很可怕，陷阱踩到就是一击必杀那一种，超级可怕。诶，这有矿诶，这是什么矿啊？我装这个材质包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什么矿，应该是锡矿吧，我猜。钨矿，哇，钨矿在那么浅的地方，来挖一下。现在这些矿都很重要啊，一个都不能漏掉，全部挖掉。希望能赶快捡到魔镜啊，不然的话很麻烦。假如被怪物追或什么的话，就完蛋了。只要赶快拿到魔镜或是那个虫洞药，不对，那个回忆钥匙。哦，已经到尽头了，所以就没东西了。8金，哇，掉8金哎，可以直接请商人过来了。OK， 我现在比较怕是，如果走太远，然后快晚上的话很麻烦。啊，这个没东西啊。OK， 再往前走看一下有什么，都没东西，都没有一个可以探险的洞窟。我觉得有点危险的，好像快晚上了，我是该回家。如果晚上在这种地方，我们不能用死的回家，这不是死掉就没啦。平常如果死掉也没关系，就直接传送回家，但这个不能死啊，这死掉就没啦，很可怕的啊。赶快回家，晚上快点。哇，这秃鹰，等一下，先把秃鹰杀掉。好像有点危险，好像有点危险。我又来只秃鹰，等一下，太多了。跑啊，回家。秃鹰，你走开。哇，等一下，我的血量剩43，已经一半血没了。这要好好注意血量了，很可怕的。
好像晚上了，要晚上了，完蛋了！等一下，要在晚上之前回到家，又来一只秃鹰了，不太妙哦。走开，走开，不给你，不给你。快点，快点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我要回家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血样不太妙。我再被打一下要死了，应该吧？啊！我死掉了，我直接被秃鹰杀死了，我被秃鹰死，第一集就死了，而且刚死的时候还卡了一下 ，OK， 哦，给你们看看，死掉之后就变这样，现在就变鬼魂了，就这样子，我竟然死掉了，而且我还是被秃鹰杀死，哇塞，太扯了啊！第一集就死掉了，而且我连洞窟都还没下去就这样死了，不要啊！才第一集耶。OK， 那我们极限模式生存就这样结束哦，我们下个系列再见吧，拜拜。结果第一集就死掉了，第一集就狙了，太扯了啊！来吧，我们再创个新角色，刚刚我们是1嘛，我们刚是1号，现在换2号，第2次挑战，来 GUA 挂2号，来，那刚刚那个世界也删掉好了，我们就是角色死掉就连世界一起删掉 ，OK， 反正才玩没多久啊。啊！竟然直接就这样死掉了，太扯了。OK， 来吧，第2次挑战。哦，没想到那么快就死了，不行啊！我不能因为是普通模式就掉以轻心啊，还是要注意的。连普通模式第1天晚上就死，真的是啊，太弱了，这样不行。来，再盖一次房子，再盖一次房子。还有椅子，再就去杀史莱姆了，应该去狩猎史莱姆。史莱姆，快出现！我要你的凝胶，我要你的凝胶做火把，我还要去地里探险哎。其实硬核模式最容易死掉的就是前面的部分，是在前面比较容易死掉。等到你把装备做出来之后，其实就不太容易死。OK， 来到了一个，看我先做一下火把，火把做出来6个而已，又来是史莱姆，来杀，上来。等你呀、等你呀、去死吧 ！OK， 再多一点火把，有宝箱碎哦，打开，头刀，有花生，头刀，神木剑，哦，有回忆药水 ，OK， 有回忆药水，我们就放在上面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传送回家了。刚好我会死掉，真是没有回忆药水啊。OK， 我们就继续探险吧，继续往下深入，我们需要更深入一点。好，按这是哪里？等一下，我到一个，完，我不会溺死吧？我不会溺死吧？等一下，我们要放绳子。哦，有放到，有史莱姆啊，这里没地方可以探险。哎，怎么我创2个世界那么烂呢？为什么我创2个世界那么烂呢？连一个洞窟都没有给我探险。你看，又来一只秃鹰。对，我们现在很需要史莱姆，我现在很需要史莱姆的凝胶。尽量杀一些史莱姆。对，怎么又是沙漠啊？这个世界是不是跟刚刚世界很像做些平台盖过去。前面有一只秃鹰，我刚就是被秃鹰杀死的。我现在对秃鹰我现在不怕秃鹰，我只是对秃鹰很愤怒而已。现在把我从来没想过我是被秃鹰杀死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以为我会被地底的陷阱或者是一些骷髅杀死。结果竟然被秃鹰杀死！看一下，我有一个箱子是打开，看爬爪，有个配饰，拿到一个配饰。OK， 起码是丛林前面是丛林。又有一个箱子，开，希望能掉。怎么又是攀爬爪是怎样？为什么？太衰了吧！继续挖矿，这是铁矿吧？铅矿长这样，为什么铅矿跟钨矿长那么像？继续探险，应该没有陷阱吧？那么浅的地方不会有陷阱吧？不会有吧？不会有陷阱吧？那么浅的地方，不要害我嘞！哦，这个也没什么东西啊。OK， 我们好像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好好探索的地方。这里好像还蛮大的，然后再来，有，从这里开始就是
就是地底了。我有陷阱，有陷阱，有陷阱，我看到陷阱了。等一下，先把这挖掉。好，我喝个这个好了，一个光芒钥匙。OK， 这样就不用拿着火把，把这挖掉。OK， 哦，上面有宝箱，开，看，怎么又是拖刀？好深啊！我看到，我有一个陷阱，这里超多陷阱的，挖掉。我把蚯蚓看成压力板。前面有一个，这个巨石，这个踩到很可怕，这踩到直接 GG 了。挖掉。有，越来越深了，这里越来越深了。我应该先放个绳子再下来的，这样我上去很麻烦的。先放绳子再说。OK， 然后再来继续探险。有啊，终于找到一个像样的可以探险的地方了。只不过要随时注意压力板，还有怪物。只要残血就赶快回家，不要再继续冒险。哦哟，这是哪里？这是什么？哎，我到沙漠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已经有岩浆了？我才那么浅那么浅就已经有岩浆了。果然是小世界，哇，到尽头了。才刚说找到一个可以探险的地方。哇给，又来2只史莱姆，哇，一次来2只。是我头刀。哦，还没打下去。去死！OK， 拿到5个凝胶，我看我先有11个，好，先回家好。已经晚上了，有啊，已经晚上了。我们可以来，再盖一层房子好了，让商人住进来。然后再做些武器吧，把那个弓箭做出来，木弓，然后木剑做出来。OK， 普通模式晚上也不用怕怪物了，就这样，简单啦，普通模式算什么 ？OK， 这样2层就盖完了，这个就是那个商人的家。接下来呢？桌子，还有椅子，椅子，哇，2个僵尸，哎呀，看一下，我身上好像手榴弹，有手榴弹，来用一下，哇，扎到自己了，哇，好痛，一下就半血，再扎到之后就完了，去死吧，哇，痛一下秒杀，太爽了。OK， 那现在晚上我也不能出门啊，我可以干嘛嘞？我要继续杀怪吗？还是我往下挖好了？我往下挖，看能不能挖到天然的洞窟。好哦，然后就往下挖吧，直接往下挖，直往下挖，看能不能挖到那个天然的洞窟让我们探索。我现在很缺矿，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挖矿。这样会不会有僵尸掉下来？会不会有僵尸从天而降把我杀死？我放些绳子好了，不然等下僵尸从上面直接掉下来。OK， 然后再做一些，再放一些平台。然后继续往下挖吧。哦，这是哪里？来到一个，这是哦，好小哦！我要是可以探索洞窟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看到什么？是陷阱哎，下面有陷阱哎，好可怕！我掉下去就完了。哎，有房间，旁边有房间，是有这样可以开哦，有2段跳，注意啊，有2段跳，这样我们这样就很方便了。然后箱子也挖掉了。挖到吗？哎，你要把这丢掉好。哎，等下开始扣血，等一下。
现在每一步都很小心哎，一个不小心失误踩到陷阱就完蛋了。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地方，这个也很小，来继续往下挖。哎，3M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插个火把。有，这里有轨道，这里有矿车，代表我们找到一个可以探险的地方了。然后我再喝一个光明药水，然后拿好回忆药水，遇到危险随时跑回家。等，3M，然后把沿路的矿也挖掉。这应该是有黄金吧？这是黄金吧？这应该是黄金吧？我没看错吧？有金矿，我们有金矿了。哇，两只，有2只啊，3只啊，其实，哇，好多矿，挖一下，这是什么矿？一样是那个吗？银矿，有比较白一点，去死啊！滚开，我感觉又来了。有这头刀比较痛，哎，怎么又来了？哇，怎么那么多史莱姆啊？走开呀！有下面好多黄金哦，来挖一下。这些矿都很珍贵啊，对我现在来讲，这些都是超珍贵的东西啊。OK， 挖完了，来继续探索，慢慢走，不要走太快，不然到时候遇到什么蜘蛛洞之类的就完蛋了。以我们现在没有装备情况下，可能会被蜘蛛秒杀。等一下呢，到沙漠了，沙漠怪很可怕，沙漠怪超可怕的。等一下，3，吓死我！哇啊，这里就这样而已啊，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，这就是一个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还有没有其他地方？有，看一下这个箱子啊，这个应该是长矛或者是脚蹼之类的。怎么是这么烂的东西？怎么给我这个？哇给我这个东西！哇给，太那个了吧！我本想说会是长矛或者是脚蹼之类的东西，结果给我这个呼吸管 ，what the？这个是武器耶？为什么这是武器？算了，就先用吧，反正比木剑好就先用。哎，我其实也蛮痛的，而且范围很大。好吧，那既然这个也没什么东西，我们就只好继续往下挖了。既然没有让我们探险的洞穴，那我们就只好继续往下挖。OK， 开到3码，下下。啊？为什么？电脑问题，真的。哎，等下。哎，等一下，What the fuck？ 等一下，我在发呆。我可不可以直接重录？我靠！你们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刚刚在处理东西，我刚才处理别的东西，然后我忘记按暂停了，然后我刚刚在整理东西呀，哭爆了，哇嘞，太扯了啊！怎么这样啊？我才第1集而已，就死2次了。没有，这一次是绝对大意，好不好？我刚才真的在处理东西，忘记按暂停了。是，哇嘞，向导，怎么办？好吧，那我们这一集死了2次就在这边结束了。我们这集就当做试玩好不好？我们就试玩一次，让大家知道极限模式是多么的可怕。第一次被秃鹰杀死我就不说了，但这一次是真的，我是真的太大意。好啊，那这里就这样子了，这里就当做试玩吧。我们下一集不能再这么大意了，我们要谨慎一点。竟然是因为忘记按暂停死掉我竟然因为忘记按暂停死掉，太扯了。好啊，那这里就差不多这样子哦，大家拜拜。还有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说，是看你们要角色死掉之后是连同世界一起删除，还是世界留着，只要角色消失就好。看你们在底下留言，看你们想要看哪一种，是角色死掉之后连世界一起删除，还是角色死掉之后世界保留再创一个新角色？你们在下面留言。